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何文田街嘉景花園大廈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嘉景花園大廈呢，就係位於何文田街嘅，呢條街呢，就係旺中帶靜嘅街道。大廈呢，就係平路入口嘅，之前都做過大廈維修。物業總共提供60個單位。今日帶大家睇呢一個單位，就係位於高層嘅私室，實用面積790尺。入門口經過走廊同埋廚房之後呢，就到咗呢一個飯客廳啦。飯客廳就係成環廳嘅設計，採光度極高。單位呢，就係望向九龍華仁書院同埋京士柏山一帶嘅遠景。單位係屬於兩房嘅間隔。首先呢，就係望下呢一間房，呢一間房業主就係做咗主人房嘅，三邊都做晒衣櫃，擺咗張雙人床之後，仲有鬆動嘅位置。另外一間房呢，面積就比較大少少，放咗2張單人床，側邊仲有位擺咗一大排嘅儲物櫃。睡房景觀係望返何文田街嘅街景。浴室面積相當實用。廚房呢，就係喺一入門口嘅位置，見到呢做晒一大排嘅櫥櫃。預留咗擺雪櫃同埋洗衣機嘅位置。廚房裏邊仲有工人房嘅，依家擺咗張上下架床同埋入牆櫃。工人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